各位朋友，你好，今天想跟你聊命運中找到你。你相信命中注定嗎？有些人第一次見面就覺得認識很久，那不是錯覺，而是緣分在悄悄牽引。無論世界怎麼阻擋，該來的人一定會來，千山萬水也攔不住，因為路線早已畫好。老天像一位細心的編劇，把你和他的故事安排得剛剛好。你躲不開，也逃不掉，不是因為你無能為力，而是因為那份愛值得你等待。有時候你會懷疑，為什麼真愛那麼難找？其實不是難找，是時機未到。太早遇到，你不懂得珍惜；太晚遇到，他可能已錯過。最合適的時機，老天從不遲到。想想看，那些兜兜轉轉又重逢的人，他們也曾以為這輩子再也見不到。可是一個巧合，一次轉彎，就讓兩條平行線奇蹟般交匯。那不是運氣，是早就寫好的緣分。也許現在你覺得孤單，看着別人幸福，心裡酸酸的。但請你耐心一點，再等一等。你的那個人正在趕來的路上。他也許迷路了一陣子，但終究會找到你的方向。當他出現的時候，你會明白，所有錯過的、失去的、等待的，都是為了讓你們在對的時間擁抱。全世界反對也沒關係，因為你們是彼此的解藥。所以不用害怕距離或考驗，真心相愛的人會穿越一切阻礙。緣分不是偶然，是必然。他不會偏離軌道，也不會失誤。你要做的就是照顧好自己，用最好的狀態迎接那份愛。深呼吸，放下焦慮，相信老天已經安排好了劇本。在某個平凡的日子，某個轉角，那個命中注定的人會輕輕走向你，笑着說：“不好意思，讓你久等了。”那時你會知道，所有的等待都值得。